小姐，把我拖去拍死！是。虽是伤心透我，三更六起我强款，思了不必悠远，坐立难安心中怀。娘娘。 娘娘，我看你规工是闷闷不乐，是为着什么代志呢？也毋是为着当年迄件代志。哦，迄件代志，娘娘啊，裴文强也已经消息了，李新辉也已经死了，应该是天衣无缝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娘娘，你即马会讲是高枕无忧才对啊！ 哦，你是有敢有遐尼容易是？也无娘娘，敢看你也有啥物款的顾虑是？两江水小你为死，乡见啊这外灵生机。娘娘，你咧讲的是？ 咱看单林伊口强你，因两人的行动心可疑。娘娘，你的意思是？这就因两人的行动，可亲像当年情景传统。 但因若有小劳动，事关重大，必须体谅。既然甲你死者娘娘，也无咱叫单林来问一下。问单林，对啊。你是有敢有遐尼容易？也无安尼。 叫口子来甲问啥款？哼，问口子，你是有伊若是真是有串通，伊敢有可能会照实讲啊？伊若甲你死前娘娘，要怎样才好咧？这。口子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。在3年前，我命令你从顶拿去等咧迄个金水池的，你敢有做？我有做啊。哦，那安尼，你毋着只是从顶拿甲伊等落去水池仔来咯？是，我从顶拿等落金水池啊。 这是有等落，是真是嘞。好，我即马过问你，你在迄个顶拿要甲伊等落去水池仔来的进前，是毋是有去记着单林？讲。怎样？娘娘咧问你的话，怎样无要回答你？ 娘娘，路边是有去拄着陈公公，也毋过，你是甲单林串通，要来违背我的旨意。无，路边是先去做迄件代志，做了才拄着陈公公的。胡说！
分明你甲陈林串通，要来违背本宫的旨意，你还阁唔老实讲实？娘娘，老婢无，老婢唔敢。哼，你这个贱人，若无甲你拍，你是袂老实讲。过怀，罗比才，将这个贱人甲拖入去拍。是。娘娘，老婢唔敢为止。娘娘，你了下啊！娘娘。小水已经分去了，破冷水。娘娘，罗比有一个办法，要互小主讲出实情。什么办法？叫陈林来甲拍，要拍唔拍，就当看出因两个是毋是有串通啊。传陈林进宫。遵旨。陈林进宫。娘娘的传我，进宫中哦，阮了月走龙啊，走后宫。我的天桥啊，在头上也叫兵士哦，好在乡。也扣住分身咯，小斑斑啊，阮目睹此状，心的不安。敢是当年之事哦，去落破绽，使我真替两个为难。进宫。阮若唔进宫哦，为只啊，阮进宫有何我想去？阮心内真重啊，阮不怕死，如今的生死总会有天。陈林靠近娘娘，平身。谢娘娘。陈林，我有一件代志非常可疑，想要问娘娘指示。在10年前，你要往南清宫作寿迄一天，伫迄个御花园，是毋是有见到小主？这讲。回禀娘娘，奴婢曾经有去撞着邱宫人啊。哦，那安尼，你甲伊讲啥物话？奴婢回娘娘，奴婢只甲看到伊邱宫人家己一个人徛伫金水池边，奴婢就去问伊，问看邱宫人家己一个人是徛咧遐创啥物？也是安怎回答？邱宫人讲，伊是奉娘娘旨意去遐挽回啊。后来，后来邱宫人就走了，
路边就要赶往南清宫，就去撞着娘娘甲郭总管。哦，代志敢安尼尔？路边句句实情。好，我即马就爱你口打口子。口打口子，娘娘，口子心愿何罪呢？你不管伊身犯何罪，你甲伊问，在3年前，伊甲什么人串通，甲违反本宫的旨意？过怀，罗比才将批笔交予单人。是。陈总管，要拍唔拍，是全看你咯。单人，紧动手。遵旨。娘娘，爱你安怎样？你就安怎吧。口子，娘娘爱你讲什么，你就讲啊，唔免受伫这个大名。我的话已经讲完，你就动手。我家庭的光啊，就当乡为你把我风不用声，我红牛牛啊，娘娘为我手下不离要讲也毋讲，口子，娘娘爱你讲什么，你就赶紧讲啊！要叫我讲什么话？我的话全部讲了，无话通我讲。那安尼搁拍？口强你，陈公公，你尽量拍。你若是当甲我拍死，我会感激不尽。口强你，你。我已无想在外面啊，公公你尽量以勇独行，口子虽是为不幸，愿在你的手下了暂时。陈总管，不认识，怎样？拍袂落？
停，啪，停！当初逼我做梦乡，你为情强丧天良。我大跳做你的脚架用，你比在用心惊慌。爹妹，过来，你快小姐，把我拖去拍死！是。你这个狠心哦，拍工刀，你比好把迄个心惊错。我在世无缘，通我甲你赌，我做几夜尾，让你到风土。好，我要给你看，看你做鬼要怎样甲我抓我。开心事，必做天天心归途。